要去哪里？这是一句疑问句，也是朋友之间，可能你走在路上突然遇到你的朋友的时候，一个很礼貌的问法。你可以问他说：“你要去哪里呀？”有没有？常常会用到，在客家话是这样的，听清楚喽。你爱去哪里？你爱去哪里？你爱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还蛮简单的，记清楚喽。常常会在日常生活中用得到。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怎么运用这一句话。走。你爱去哪里？哎，雨儿，你一个人在这边干嘛？哦，尚伟，在这遇到你真的太好了，我迷路了啦。啊？哎，你知不知道忠孝东路怎么去啊？忠孝东路，哎，小姐，忠孝东路那么长，我怎么知道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哦，我要去忠孝东路的百货公司啦。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司。可是我不知道我要坐巴士还是要坐捷运啊？要坐巴士还是坐捷运？要坐公车还是坐捷运呢？啊，那这样好了，我说一次，你听清楚了哦。好。你呢，首先到前面那一边去坐巴士、坐公车，然后坐到台北火车站、台北火车站，好，然后下车之后去转捷运、转捷运，坐到忠孝复兴站。之后下车就到你要去的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喽。那我重复一次哦。我先到那边去坐巴士，坐巴士坐公车，然后坐到台北火车站之后呢，再转捷运。对，转捷运转捷运。这样就可以了吗？没错，这样就到你要去的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喽。安子噻。复习时间，你要去哪里？你爱去哪里？你爱去哪里？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司。公车，巴士，巴士。捷运，捷运，捷运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